公主，这位请。人呢？啊，这边，在这儿。大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你是？我是你三弟静儿啊。大胆，看见公主还不下跪？谁让你多嘴？退下！是。你就是他们说的金枝玉叶。原来我的三弟是公主，怪不得。大哥，我并不是有意隐瞒，只是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棒，出宫时也常女扮男装。而且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怕因为我公主的身份令你疏远，所以才未告知的。没想到我真的误伤了公主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现在看来，我真的死有余辜。大哥，你别这么讲。与你结拜之时，静儿就已经认定你是我的大哥。误伤之事更加错不在你。我现在马上就叫他们把你放出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放人呢！小的不敢。大胆！本公主谕旨你也敢不听？让你放就放。公主，请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看了没有皇上的谕旨，谁也不敢开这个门。大哥，此事因我而起的，我都不怪你，别人怪得着吗？父皇那边回头我去说。现在你马上跟我走。快放人呢！是。且慢。臣见过公主。公主乃金枝玉叶，怎么能来这种地方呢？京城之地，本公主哪里去不得？下官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大牢阴冷潮湿，万一凤体染恙，下官恐怕担当不起啊。所以公主有什么事，还是吩咐下官去办，还请公主移驾外堂。丁大人多虑了，王英呢是我的义兄，抓他呢也是因为我而起的一个误会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放人的，可是他们不肯放人。丁大人来的正好，放人这事儿就好办了吧？公主，此事可能是场误会，但是抓王英是陛下的意思，下官只是奉命查办，还没有询问就把人放走了。大理寺无法向陛下交代，倘若陛下怪罪下来，下官丢官事小，这大理寺的众人也会受到责罚，属下官不能从命。那我现在就回宫，劝父皇放人。你们问归问，千万不能为难大哥。公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怠慢了王公子。只要陛下的旨意一到，大理寺立刻放人。大哥，还要委屈你一些时候。我现在马上回去找父皇，等接你出来之后，再行赔罪。好，恭送公主。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照顾王公子。是。陛下，臣妾今日亲自为您泡的龙井茶，尝尝。父皇，公主，父皇，公主，父皇，静儿，你伤势未愈，又出宫乱跑。我没有乱跑，我是去大理寺了。去了就赶紧回来吧。来人，送公主回宫。是。父皇，误伤的事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王英还被关在大牢里，你就下旨把他给放了吧。查清？大理寺还未结案，怎么查清？一介草民伤我公主，墓中还有没有王法？好了，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大理寺会按律承办的。父皇，此事怪不得他，是我自己女扮男装，非要跟他比武的。一则他不知道我是公主，不知者不怪；二则他也不是故意伤我的，是我自己不慎跌倒，被刀锋所伤，这于情于理都没有触犯王法啊。你的错还没有认呢，你现在倒替旁人来说情。离宫也就罢了，女扮男装，
皆是草莽，伤敌面容，皇室体统何在？整天舞刀弄枪，惹是生非，再不严加管束，对那些心怀叵测之人严加惩处，还不一定惹出什么大乱子呢。父皇，公主，陛下说的是，即便是误伤，该惩治的还是要惩治。小孩子犯了错，大人都需严加管教，更何况是村野匹夫呢？而且伤的又是公主你，如果这事就这么算了，陛下的威严何在啊？往小了说，这是目无王法；往大了说，这是欺君之罪啊！王英乃是英雄侠义之士，怎么就成了村野匹夫了？就是因为他误伤到我，我才替他求情的。你是我什么人呢？不要你管我这些事。去，不得无礼。陛下息怒，过去公主年龄尚小，喜欢女扮男装，经常出宫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公主已经到了适婚的年纪，我想尽快为她安排一门好的亲事，这样公主的心也能安定下来。爱妃所言极是啊，看来招驸马的事儿得抓紧了。臣妾定当全力操办。兰妃，你也管得太宽了吧？本公主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呢。陛下，臣妾也是为了公主分忧解难，也是为了陛下解忧啊。你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得无礼了。父皇还要去看丹丸练得怎么样了，退下吧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。通知丁大人，让他尽快除掉王英，省得公主再闹事。是。公主，公主，陛下已经下旨禁止你擅自出宫，你这样气冲冲的出去，陛下又要责罚了。大哥人还在大牢，我在宫里待得下去吗？不行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我现在就去大理寺，我就说是父皇英允放人的，先把大哥救出来再说。公主，您这可是假传圣旨，追究起来是要治罪的。况且单凭口说，这大理寺也未必肯放人呐。到时候如果这件事让陛下知道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我就把大哥硬抢出来，看谁敢动我。公主，你冷静一些，听我说。这大理寺光狱卒就上百人，即便没有人敢对您动手，他们也不敢私自放人的。到时候必定会死命相拦的。公主，难道你真的要砍了他们不成吗？唉，那这可怎么办呢？父皇被那个兰妃挑拨得龙颜大怒的，王大哥死罪活罪都难逃啊。公主，萧小回也点子多，不如去问问他吧。对啊，我怎么忘记萧表兄了呢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阿莫，你也要拦我吗？阿莫不敢，阿莫护送公主去萧府。好。囚犯王英，胆大包天，持刀行凶，伤及公主凤体，毁其容颜，居心叵测，罪大恶极，按律斩首。今日午时3刻，处决。大人，比武误伤怎么成了持刀行凶呢？冤枉！但你伤及公主容颜，证据确凿，恐怕难辞其咎。就算是我有罪，但我也不是有心伤害公主。大人尚未过堂就如此判决，王英不服。王公子，这服不服呢？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本官。公子，准备上路吧。大人，我要见公主。恐怕你这一生永远都见不到公主了。侯爷，侯爷，不好了！大理寺有消息了吗？小人得到确切的消息，说午时3刻就要问斩王公子啊！问斩？你听谁说的？是大牢里的狱卒告诉我的。大理寺丁大人亲自宣布了陛下的旨意，这事儿差不了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马上去找静儿。表兄，表兄，静儿，你可来了！大哥午时3刻就要被问斩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谁下的令啊？怎么会这么急呢？看来他们是有意瞒着你，来个快刀斩乱麻，等你知道了也无可奈何。定是兰妃与丁权
恨我没有答应婚事，趁机陷害大哥。没想到他们那么狠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快到50了，这是因我而起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大哥枉死。可圣旨已下，该怎么救啊？就算你现在去求陛下，时间也来不及了，快拿个主意吧。我现在去法场，无论如何，就算是劫法场，也要救大哥性命。大人，53刻已到。醒醒！谁敢动？微臣叩见公主。丁大人，公主，这是何意啊？本公主说过，王英是我的结义大哥，误伤之事也属意外。你这么着急杀我大哥，是否存心与本公主过不去？臣不敢，臣只是奉旨行事。那好，那就请丁大人给我几个时辰，待我向父皇禀明情况之后再行刑，如何？公主，臣职责所在，不能徇私枉法，拖延行刑。丁大人不加审判，便定我义兄为死刑，难道不是徇私报复？萧侯爷，本官自掌大理寺以来，秉公执法，忠心可见。你若不服，可以向圣上禀明，治臣不公之罪。但眼下，臣要按律执法，还请您与公主自重。你，公主，本朝律法非同儿戏，这劫法场更是死罪。即便是公主，也不能无视法度。还请公主莫要阻臣行刑，继续行刑。再有干扰行刑者，格杀勿论。谁敢动？公主，您若再不让莫侍卫下来，休怪臣执法无情了。这是御赐的金刀，众人听令。丁大人，见金刀如见陛下，你敢违抗，是否想让我将你当场拿下？本公主谕旨，若2个时辰之内，陛下未下新旨改变判决，你才可以执行。人呢？我先带走。公主，公主若直接把人从刑场带走，本官无法向陛下交代。这大理寺的颜面何存？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，公主，你若能让陛下暂缓行刑，下官自然可以将犯人押回大理寺，等候圣命再行处决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父皇，你在这儿等着。公主留步。公主，这问斩之事已当众宣读，若无期限地推迟下去，可能会有损律法之威严。本公主言出必行，说2个时辰便是2个时辰。表兄，你先和阿莫在这儿等我一会儿。好。王大哥，
你再多委屈一会儿。生死有命，也许我命中应有此一劫，公主不要为我耿耿于怀。大哥，我们结拜的时候就说过，生死与共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枉死的。